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云林县的启东乡大美村，昨下晡有一个查甫人伫一间废弃的工厂的厝在割草哦，人无细里跋落去油槽，加在有人听到有人的喊救命，赶紧去报案。消防队甲人救出来，伤是无介严重。消防人员将27岁当事男子救出来后，伊全身拢被乌油包条的，赶紧用清水洗衫粉将伊身躯的油污洗掉，要送病院进一步检查。这名当事男子受雇在启东乡大美村一处的废弃干场板草。27号下晡4点外，看无小心爬入去一处无加盖的废弃油池内。在除草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就对了。他有拉到一根铁条就对了，在呼求救。附近民众有听到就报案，我们就赶快把他用那个塑胶管让他拉着，把他拉上来就对了。消防人员表示，消防局在27号下晡4点50分接到报案，讲有民众爬入去废弃的口井内，赶到现场才发现是一处的废弃油池。赶紧将受困的当事男子救起来。好在受困的男子意识清楚。患者说他的手脚有点擦伤，我们先帮他除，就对，除治完之后就准备送医。处理无力啊，拢规个喷头机拢拼落啊，弄落啊，我就一直要扛，扭袂到啊，脚拧头尾内底有石头啊，有打着。消防局表示，经过初步勘查，这处废弃的油池长甲宽大约拢40公分。而这名受困的当事男子经过救出来后表示，有食到小块的油污，手和脚拢有小块磨伤，经过初步清洗和处置，搁送到病院进一步检查，并无大碍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。